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你敢有感受到最近你去看先生去摕药啊？感觉这个药啊，有当时甲你讲你食无，这是为虾米呢？讲到咱台湾的健保，俗甲是名声透行城，但是不提听讲啊，健保是强要逼。所以呢，只好来连续小缩水，几乎药价是7、8档。那么一粒药啊，较俗一粒糖仔囝，敢是安尼？影响敢是真正如此而已？今仔日来说分明。首先，小介咱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卫福部中央健保署的副署长蔡淑玲。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前林秘书。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咱药师公会全联会资深顾问叶明光。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咱让观众朋友来了解，到底咱今日要来探讨什么物件？台湾欠药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那么亲像呢，你喷片仔的药水，那么譬如讲是爱敏氏还是瑞舒拿，这两种药啊，有还是还搁咧欠。针对着这点，这个食药署呢，嘛表示讲，目前国内还搁核准其他的类固醇的成分的喷片仔的药会当替代，但是譬如讲爱敏氏这个原厂的药啊，11月底就专利就期满咯。到时阵就会当制造着合命药来救市。国内欠药问题继续烧炭，虽然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已经成立，但过像是艾敏斯和 Nasonex 这两款处于这型类固醇，也是有欠下情形。地区不少基层诊所药局，敢当会当甲人换药来研究。全世界都需要这个药，好像有点关系。另外也可能是台湾的健保，因为把价钱真的压得比较低嘛。那假如说现在中国也有这个需求，台湾有这个需求的时候，还把比较多的货量放在中国那边。药师新产因讲 ，Nasonex 自去年10月就欠下，艾敏斯是按今年3月开始欠药，原因就是厂商供应原物料不足。虽然食药署6月公布艾敏斯的相关替代药品，事实上却无一项是会用的，因为唯一成分相像的根本就不是健保的用药，颠倒是只是用欧处理面。指示用药是欧治鼻舒敏喷剂，其实它跟爱敏氏是一模一样，不过它是指示用药，健保不给付，食药署也是严重的失职。当它低于6个月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做准备，就不会造成现在这样子青黄不接的一个状态。新蔡英讲，即马欠下情形比6月更加严重。根据健保法，厂商若无提早向政府通知药品无够，应该依法停止健保给付1年。政府应该要强年来执行，还是规期叫厂商退出健保，全面改用指示药。若无未来欠药的状况会一直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头看到新闻大内面哦，讲到2字，讲到2个名词啊，一个叫做行命药，一个叫做专利药。咱请了副署长来甲咱做一个解说吼。一般观众朋友可能我敢知影去看先生，唔知影摕什么药吼，来甲咱小解一下。好主持人你好哈，咱即马来介绍这个原厂药，就是迄个原厂的药啊，加这个行命药吼，有啥物无共款吼？咱来讲就讲这个原厂药，就是这个原厂的这种吼，迄就是这个药厂吼，伊家己去研究研发的，研发的吼，然后生产出来的药品吼，迄当若是这款的药品呢，因为伊这个研究的过程加实验的过程较长啦，较长，嘛是爱真久的时间，搁爱投入足侪成本入面吼，资金入面吼，所以呢，各国吼拢对这款的药啊，拢是爱甲鼓励，拢予伊一个专利期啦。哦，所以咱头头讲就讲哦，这专利期吼，怎么期满了，行命药会当来上场。这个专利期吼，应该是讲真长啦，吼，10年、20年拢是有哦，吼。但是这个期间吼，就是讲这个药价吼，这个价钱吼，是这个药厂家己行的，因为无其他的竞争，吼，这叫做原厂的药啊，高门独市，是吼。
啊，那个另外一种就是含命药。含命药是啥物意思呢？就是讲即个原厂的即个药啊，吼，因为伊专利若过期的时阵吼，伊都爱有一个责任，就是爱公布伊即个药啊到底啥物配方对，伊安怎伊即个配方是啥物成分？咱通我讲这是仿的呗？会使哩啊，吼。某种程度是仿的。是啊，就是讲其他的即个含命药药厂，有即款的专门的药厂，伊会使照伊即个成分。哦，甲伊即个组成吼，也当去做一个共款的药啊。讲起来是无差咯，是无差哦，是伊成分拢共款哦，剂型啊共款哦，安全共款，效果共款，啊安怎食的方式嘛拢爱共款。哈，啊即款的药啊拿出来了，各国拢会互伊去审查，各国政府拢爱审查，因为各国拢有即款的学名药。看是讲爱有化学修订，还是生物修订？是。啊，就是你在符合这款的条件，伊才有法度甲你一个药证互你。啊，你这个药证摕到了后，你就会使去生产，你就会当去卖。啊，当然这个好处就是讲，这个学名药出来时，伊价钱会真低，因为为什么呢？伊就是无这个研究的过程。吼，无需要投资这个资金去做人体实验，还是讲做研究，所以伊的成本会干那原料的成本甲生产的成本尔，所以伊的价钱会足低，但是伊效果是共款的啊。啊，所以吼，咱这个药啊，若讲原厂的时阵，伊的价钱真悬的时阵，咱若使用的人真侪，咱的负担会真重。啊，若这个学名药有出来伫咧市场开始竞争，啊，你也知影讲这个学名药若出来的时候，毋是干那一间药厂。大家拢有当好啊！足侪间拢会使，因为是互相竞争，吼啊吼，这个品相就是讲，迄款的不同的厂牌都有不同的药啊名，大家有当选择，医生会使选择，吼医生有通选择，啊价钱嘛是一个竞争的市场，吼啊这个就是变做讲的常态化，啊大家若用的时阵，就爱负担袂较尼遐悬。是啊，这个各国哈，所谓先进国家拢是用这个方式哈。当学名药出现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学名药来取代原厂药。你听起来应该是差不多哈。但是我要来请教林医师哈，实际上咱一般的这个民众哈，你选择的时阵，敢有人讲，喂，我不要食这个仿的，我要食这专利药啊，啊，无健保嘛不要紧，敢有这种人？当然有啊，我先问观众朋友啦哈。你若破病，恁老爸老母破病，你的囡仔破病，你要食原厂的药还是要食？我会请教林医师讲，林医师啊，这效果共款无？理论上应该要共款，我讲理论上啊，但是一般的人先接触的是啥？原厂的药啊嘛，因为原厂我入来就我开始用到一个时间，我用到惯势啊，安尼食到好势好势。你讲叫伊要改含名药哦，我讲实理论上应该是爱有同款的效果较对，但是心理上一般的病人袂安尼感觉啦。我讲心理上啦吼，啊换了到底是毋是活甲会真好势？有那真歹讲啦。我捌足侪病人食用原厂的药咧，用较好势势，伊感觉变做改变一个药啊了，伊感觉哎，还是药无啥对呢。感觉伊无啥对，口味无共款啥。咱是讲你讲好啦，你今仔讲食这盘菜，讲食较做好食做好食。哦，啊！你公布伊迄个出公布伊讲伊是安怎做安怎，内面有啥物成分啊？即个人来仿啦，啊仿了口味敢完全共款，有当时无完全共款啦。这心理上认知的问题啊，呢？还是心理上是一种啦吼，啊，当然你若讲真正含名药若甲做甲做好势，理论上伊若讲做有哪有伊普通医院来做研究，我讲食落了，伊是毋是我体内内面的这药物的成分是毋是甲原厂食的共款？伊若讲有做这个实验开，我想真可靠，吼，理论上应当改啦。但是咱的健保制度，都毋是安尼的制度啊。咱的健保制度是讲，你用原厂的药甲用含名药，我付的钱，差不多拢无差嘛。你一个健保的制度都无迄个鼓励病人去用含名药啊。哦。咱的健保制度无鼓励病人去用含名药。健保副署长伫遮哦，马上请副署长来回答。我讲实在话，我嘛是敢讲啊。是安怎讲咧？你今仔日来讲，我用原厂的药啊，我会纳较侪钱；我用含名药，我纳较少钱。当然，我会想讲啊，我好啦，无我来摸啊，我来用含名药。鼓励大家来用含名药。啊，是你。我相信副署长一定是赞成讲大家用含名药嘛。是，咱即摆即个药啊，吼，即个有较复杂一丝啦，但是我嘛小可用一个啦，吼，就是讲咱即摆药啊，拢总共是分第一大类、
第2大类，这个第3大类，三类嘛吼。啊，过专利期含名药出来的时阵，差不多就是第1大类就是专利期的药啊。啊，第2大类就是专利期5年内的药啊，5年来的药啊。啊，5年后才就变到第3大类，吼。啊，第3大类呢，又搁一个3A 甲3B 期啦，吼。啊，这较复杂就是啦，我小可。但是他做林秘书所讲的讲，咱先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就是讲。咱在这个项名药还是专利药啊，大家咧共款要用这个药啊的时阵，咱会讲在这个药价顶头来做处理，互民众咧感觉讲，我用这个项名药较俗，或者是讲我互这个医生的钱较济，我医生就鼓励大家讲，你来用这个项名药，敢有这种制度伫？是，咱即摆就是安尼啦吼，这嘛是下摆咱可能会搁来改革，搁来改革。但是即摆嘛是小可有无共款咯吼，因为咱即个伫即个3A 就是过专利期5年以后的即个3A 这个阶段吼，迄个原厂甲原厂的降价嘛，原厂搁较俗嘛，迄当阵啊价效是搁有那是无啥共款，啊，但是咱病人若要摕药的时阵，咱有一个部分负担，部分负担是即个药价有啦，咱迄个比例共款嘛。啊，药价若无共款，伊付的钱较济啦。啊，但是即马就是讲，顾虑讲，逐个有的人迄个经济较无共款吼，有的较无钱，较有钱，所以咱有一个上限啦。咱就是药品的部分负担有一个共同的上限。想了足济啦。是，咱嘛是想讲，健保定定咧花无钱。就是因为咱即个慢性病用药啊上济。上济吼。啊，这慢性病的病人，有的人有经济较歹吼，啊，咱嘛是希望讲，伊若得到慢性病，有法度长期来服药，对伊较好嘛，对即个病人较好。国民的健康啊较好。伊若万一讲付袂起，就无法度继续食药啊，对伊的健康嘛无好。啊，所以咱有一个上限。啊，但是即个上限以下嘛是比例共款。啊，大家你若用原厂的，你个负担较济，就是啦安尼尔啦。但是差别无讲介济啦，差无几针钱，差无介济，但是有哪有不同安尼啦？我来请叶董吼，叶董你过去也伫公部门，这个公职过吼，你感觉讲爱甲这个差距离吼，爱甲揪个大，互大家会当心甘情愿来用这个项名药。啊，讲起来是共款相像，虽然有小可认知，还是种这个会小可心理上有介药，但是那医师会容易啊简单愿意来推荐到这个项名药，啊民众啊讲我都付这个用这个专利药啊较济钱，我来用这个项名药，敢安尼敢好？基本上哦，我对3方面来讲啦，这个百姓来讲。伊只对这个药啊是无足了解啦，主要是听医生的话，对不对？医生讲这个好，啊，家开了，伊食了有效，这才是根本啦。吼，第二个，因为咱即摆健保的设计，就亲像这个蔡副署长讲的，因为这个介绍，这个病人吼对这个药啊，伊免纳足侪钱嘛，所以伊无差。啊，其实若是先进的国家，你若是用这个项名药啊，政府甲你纳，啊，你若要食较好的。偌紧，你家己拿，你家己出，你像我若平平这1粒2箍，啊，你要食20箍啊，偌紧18箍你家己出，吼，啊，你好野人想要食较好，这偌紧，吼，啊，安尼社会较公平，所以你若有要食较好的，你纳袂起的，你去纳，啊，但是阮对于这基本的，咱也有保障，咱这个制度甲拄仔这个蔡副署长讲的，是一方面啊，其实咱善的人足少啦，所以这是我个人看法是制度会当去改啦。啊！我知影即马即个健保署也想要改，即马新的即个署长也想要改，但是伊改革的即个力量小可较无遐强啦，可能无法度满足咱即马社会。进前有遮1、2档进前有开始讲想要有价差，结果大家都反大，大家都刷骹步才变慢去。但是这吼，我是主张讲，我较早伫政府这个讲，你对的都爱坚持啦，因为百姓大部分是即个打开始，你要加当然嘛是。小可矮一个，但是若制度设计了后，民众会当接受，安尼即个健康的代志，才会当长久啦。因为你长期拢互伊介绍无好，啊长期互医生去委屈，还是讲百姓毋知，这对咱政府有这责任爱来去做啦。咱大家肯定，即马新的有想要做，但是即个改革的即个脚步可能爱较慢点步啊。啊若无吼，就会像种即马这药也无是安怎？啊你共抬较无意思。啊，做一个了一个，你像讲这个氧化镁，这个老大人，这个食了较会当排便这，啊你无，啊政府啊讲啊，本钱1粒2角，啊你较互人
一角落，啊做一罐了一罐都无人要做，啊一个欠了，甲知影哀叫，安尼就造成即个民怨兼即个问题，这唔是咱爱看到的。啊，咱即摆有较勇敢要去面对，但是即个代志已经是长久以来，已经是算当病啊啦，所以一定爱用。我所知吼，他早当时你有讲到，我所知对1802年开始，咱是有计划吼。因为咱的这个健保咧，行咧喊讲哇袂使受伤啊，就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这药价，一个就是林秘书恁的诊察费，对，吼，这两个啦。啊，其他敢无法度调整吗，副市长？阮的迄个健保的迄个付钱的方式，包括项目足济啦。咱的项目毋是干那诊查费甲药费，咱足济项目的啊。比如手术啊，各种不同的手术啊，不同的检查啊，医生的看病的钱啊，药钱嘛是真济种嘛吼。所以呢，这个计效吼一直咧修正，毋是讲拢无修正啦吼。啊，当然咱的医生的检查费，一年拢超下价超100亿咧。你讲的这个是药价啦，药价啦，药价呢。啊，我讲的就是讲咱的迄个付钱的计效的钱是一直拢悬起，因为手术的钱啊，啊个新药的钱拢真悬嘛，对吼。啊，咱因为今仔的主题是较偏向于药费、药的钱啦吼。啊，药的钱咱即马吼拢总嘛是2300亿啦。当时你就讲，我当年就散地拢抽水。2300亿嘛是一直咧上升啦，咱即张嘛会使看一下嘛吼，因为你这是到2020年吼，咱若即摆已经到2300亿以上啊啦吼，一年一档啦吼。迄支出足济呢。是，啊，就是讲。要破产的感觉。2000，但是咱健保一年的支出吼，已经是8400亿。啊，大家话足俗的。毋是，就是安尼，因为咱这个医疗就是真贵。吼，咱的医疗毋是干那药啊尔，咱个足济产品，啊，个有手术，啊，个迄个设备，啊，个有人力的成本。其实咱的医疗是真昂贵啦，吼，啊，所以咱这个支出嘛是应该是爱个继续投资啊，嘛是爱个继续甲投入。我是赞成爱继续投资啦，但是一直去散地，他在业党的，我听起来，毋知是咱较文白哦，要请教副市长，就是讲一直来散地，这个药物的这个逐年落来。我有100亿哦，啊，去年较少，它80几亿、88亿左右咯。是，吼，啊，敢有其他的方式吗？敢无其他的方式吗？这是小可有误解啦，吼，有就爱先。趁这个机会澄清一下。爱澄清一下，互大家了解，就是讲，咱为什么会去甲降这个计效？哈。迄嘛是有依据。他讲氧化酶导大人食通便呢？因为迄就是有一个依据，就是讲，因为咱即摆是一个健保付的钱的计效伫遮，对不对吼？啊，但是市场交易吼，市场咧买的时阵，是啥物人咧买药啊呢？是病院甲诊所咧买药啊，药局咧买药，毋是阮健保咧买药啊。但是阮有一个计效伫遮，啊，但是病院甲诊所甲药厂咧买药啊的时阵，伊佫有一个计效伫遐，迄叫做。市場的交易價，行情價。啊，因為吼，咱即個健保支付價無可能一直安尼嘛，因為市場若競爭，迄計效一定會變化嘛。啊，所以阮攏逐年攏愛去調查，愛去調查講市場的迄個真正的計效是偌濟，是，就咱台灣的行情，咱台灣交易的行情。啊，咱摕到即個行情了後，咱就知影講哦，咱即擺付即個錢，但是事實上因。交易的时候是这个计效，啊，但是呢，因为吼病医甲诊所嘛是爱有一寡成本去管理药品，对不对？啊，我药爱买耗损，嘛爱塌起来，嘛爱甲塌起来，嘛爱互伊合理的利润。啊，所以阮这个调查的资料啦，转来阮遮的时阵，逐年拢有调查嘛，啊，阮就会去甲加起哩，啊，加起哩若个真悬的，啊，个离咱遮个真悬，就表示讲咱健保的计效甲这个。迄个合理的，即个有塌起来，即个计效，啊，有价差的时候，咱才有可能去甲调整啦。但是我的好奇是1802年开始，逐年哦，咱这个叫做 DET 啊，逐年哦，这个咱叫做啥 ？Drug Expenditure Target， 就是讲目标的药品的目标吼，逐年减100落去减哦。102减100，103减100，一直减到。迄就是代表，迄就是代表过去药啊是薄利哦，敢是安尼？这就是代表讲咱这个市场的交易计效吼，甲咱的健保计效
有那是差真济，意思是讲，就过去的健保署是向讲判啊。不，咱这就是慢慢啊，逐年拢爱调整啊，调整才市场较合理。因为这药啊，就甲头拄仔甲主持人报告，就是讲，咱这个药啊厂牌真济嘛，大概是竞争哦，竞争的嘛吼，所以这个介绍嘛是竞争的其中一部分嘛吼，所以咱的调整是。依据这个介绍去做合理的调整，嘛是拢有停损啦，但是无毋对吼，它都有鼓励讲迄个软便剂啦吼。迄个软便剂当然咱因为伊的介绍交易价阁比阮即马互伊的介绍阁较低嘛，低足济哦，真正是低足济哦。吼，所以咱即马调安尼是安尼，但是呢，有一个部分就是讲，咱有爱顾虑讲药厂吼，伊有有即个经济规模啊，因为生产的药厂毋是干那一间尔啦，伊咧卖的时阵有时啊无一定生意介好安尼啦所以伊就无爱生产。所以阮嘛有，阮逐年咧做这个DET， 头拄仔你讲的这个 DET 的药价的调整的时阵阮拢会讲，你若是阮会公布讲这个要调整的介绍嘛公布了后，你若药厂感觉讲，安尼你甲我调安尼的时阵，我可能无爱做啊，伊会使甲阮反映呢。伊会使甲阮讲，因为成本是你较知嘛。有啊，咱就知影讲有新闻事件出来吼，讲有些咧 Prozac， 迄个百忧解啊，你让伊就退出台湾的市场啊，你甲散滴到我无利润，我就走啊。但是百忧解是足老的药啊啦我即马就是咧甲你解说，就是讲药厂嘛是会使甲阮提出讲伊成本无够。这个要求，会当甲恁画拍拉件就对了。会使，但是伊爱甲阮讲，伊的成本是到底是差偌济，因为阮都毋知嘛，伊来甲阮申请，阮就会佮甲伊讨论，会使佮讲价就对啦，嘿，讲价结果有诶嘛是全无调，嘛有诶佮较调佮较悬，嘛是有这种例啦。有哦，比如讲今年阮就调起来，比还未调之前佮较调升诶。都30-40项哦，30项，但是嘛是个散值88亿啊。不，迄就是因为迄个介绍的价差佫真大啦。这我实在是因为咱无一项摕出来看，因为台面我知影所在5000多瓶药啊。是，咱也会使看这个明细你就会知影讲，迄介绍的差距是真大。咱就要过来第二集来，林秘书来。咱即摆听过官方的讲法了，咱即摆听民间的讲法。对。这个咱的健保署，若讲真正药价，甲讲遐低，是安怎外国要互人遐悬？这就有当时感觉讲无啥道理呢。是安怎即摆欠药迄阵，药商要卖互外国，无爱卖互台湾，就是安尼来嘛。因为台湾咧合价遐低，合价伊无够成本，咱几啊个无够成本的药啊，即边调整到几啊倍呢？卖7倍，卖10倍，是安怎来？当初一寡迄个退休的、踢骹床的迄讲要互人1块2块，即摆话继续贵起来，是安怎？你即摆合价变做10倍起来，就是安尼来欠药欠甲人无要做，你才要去提悬，要共提悬。有人才去上班啊，人已经卖对外国去啊，销路外国要卖介绍较好，伊想来卖咱国内。所以有这种情形存在，有像台大副署长讲的，咱甲调整起来啊，嘛有这种情形。我毋是咧讲咱健保署的歹话啦，我讲实在，咱大家国民爱感谢咱的国家有这个健保的系统。即有这个健保的系统了，足者无钱通医治的人，伊免去卖厝，毋免去卖囝，毋免去犯法去共抢，伊就会当医疗，这是足大的贡献啦，这真大的成就啦。但是一方面来讲，医界对这个健保的满意度敢若3成尔，一般的民众有9成外的满意度，是安怎医界对这个满意度敢若3成？因为太去，你无钱通现在药价是安怎要甲抬？因为伊毋敢吼，阮即个药价是固定的，但是阮的检测费是浮动的哦。我要甲讨1块，伊可能互我8角、7角，有可能变做安尼尔咧。浮动的是安怎叫做总额？即个总额伫遐卡伫遐天，讲我上加8000亿互你，你医界今仔甲我做9000亿，我嘛是8000亿互你。你医界甲我做1万亿，我嘛是8000亿互你，固定的啊。你公务人员薪水有人安尼做的无？会当讲公务人员薪水，讲我今仔日甲8000亿互你公务人员薪水，你有1万亿，我嘛是接8000亿互你啊。就是讲健保署吼，伊可能也无米之炊啊。当然啦，我一年就收你的健保费就安尼。就是啊，这个全世界无一个叫做什么
讲我干来固定讲，你做1万亿，我嘛互你8,000亿，无这个制度啦。无，你找无这个制度啦。所以林秘书，你有建议哦，在我安尼想，我用脚头虎的反应就是讲，啊，不如就咱每一个人，这个健保费爱调悬起来，你敢有赞成？我是感觉无钱的人爱甲保障，哈，你无钱的人，你健保小可立一罐就好。有钱的人你无必要啊，你有钱的人你应该叫伊若有钱，伊纳较济所以爱无要紧嘛。提悬，但是爱排付。啊，咱对啦，咱排付无要紧，咱较无钱的人，咱即摆目前就受这个制度伫的啊。咱即摆一寡迄个你收入较歹的人，咱叫做福保的、福保的，迄个收入足低的人，福保的，你拢部分负担拢免得，部分负担拢免得，你破偌大病，你免部分负担拢免得。哦，啊，你有钱的人，你爱拿部分负担，但是部分负担嘛是谈少少啊尔。啊，咱会当伫保障即个无钱的人的范围内，提高一寡有钱的人，伊会当纳较济嘛。你看最近一个医生咧，郑成杰啊，一个妇产科医生讲，去阿拉斯加破一个病，讲摔断两个边仔骨，讲去急诊处讲几点钟了，医药费60万，60万算俗的，我爱讲。较早有迄个早产的，去外国生一个囝。生一个囝讲住伫个病房内面，佮住几个，吼，几百万的、几千万的都有哦。嘿啊，我讲即个，咱台湾的健保好甲讲，国外的人愿意坐飞机倒来咱台湾用健保，佮坐飞机倒转来，伊也甘愿。不，这我先吼，这个业党来讲一下平衡吼，公平性，就是讲第一，咱应不应该来提悬咱的健保费？无了健保吼。那敢若咱个劳保咧，逐工落去画讲，哇，你无够钱，啊，你无够分啊！因为医药，因为即个检测费就浮动诶，啊，嘛咱逐年就爱来散抵即个药费。我赞成讲药费爱认真来侦查讲有合理无合理，但是你有赞成提悬咱的健保费？基本上吼，咱差不多台湾即马差不多，咱的健保是占咱 GDP 的6.1啦。啊，咱附近的国家，吼，像讲美国10几%啦，日本啊10几%，韩国搁8.1%。所以，咱长期以来，政府投资伫国民健康的这个经费是较少啦。吼，所以健康是咱咱百姓基本的人权之一。所以我是主张讲，咱上少爱甲咱边仔亚洲的国家，咱也无平常较歹啊，应该这个健康的投资爱合理啦。哦，所以你上少爱调到7%、8%，咱上少袂当输韩国嘛，对不对？吼，啊，若即个调去了，你这差2%，2%就是33%的净利润，长期政府该收起啦。这是对全台湾人民的健康足无公平。这向阳看无差，长期以来，就护士无爱做护士啊嘛，医生嫌无钱，所以才意思是讲，嘿，伊这差2%内面其实。有3%的这钱是政府摕去，应该来互医疗健康的钱，伊摕去别位去啊。这正常的国家上少，即马甲咱平水准的韩国上歹，佮有8.1%的，咱加6.1%，差2%，2%这是净利润呢。哪有讲有可能一个国家健保以来20几档，当年佮你抽33%的利润去？啊，这个行业当然嘛是愈来愈无前途，所以即马大家甘愿去做医美啊，无人要去开刀啦，无人要去看妇产科，因为这危险嘛。哦，所以你这个大家要去做牙科啊，大家要因为牙科会当自费啊，啊，这医疗这个啊，所以伊就无，所以就对药啊钱，对护士钱，对这个有诶无诶，西某大家想要去压钱过来嘛，这安尼长期对医生也无公平。对百姓也无好，对这个生态链的百行百业也无好。但是咱也袂当怪健保署啦，因为健保署无迄个权利啦，所以这咱个爱家提起来讲，这个政府若真正爱台湾人，咱这个健康的投资唔好长期接价。吼，尤其即马要选举啊，大家应该是爱来鼓舞、保护咱台湾，尤其咱台湾人年岁愈来愈侪啊，这个医疗的支出是愈来愈悬啊，所以你要去长期安尼接价吼，佮过20档，咱可能吼。拢年岁有，可能拢无医生，无迄个医疗。咱公共电视真侪立法委员拢咧，咱的观众是应该立委爱来支持他业党所讲咱健保，咱的健保的利润33%，应该要还助哦，这个健康的本体啊，
是副市长，你有关寻求这立法委员支持讲，咱这33%唔通搁摕去别位，咱就要摕来安尼，啊无逐年哦，医生哦，无拢走去。对，咱即个台湾的即个医疗吼，因为咱实施即个全民健保，全民健保就是一个保险啦，吼，毋是讲政府拢总出嘛，因为病人有出1/3，啊头家嘛有出，恁雇主嘛有出，啊个政府搁出安尼。啊，即马政府差不多出36%啦，吼，政府差不多出咱所有经费36%，啊，但是民众这部分甲雇主这部分嘛是爱倒出啦，所以咱这是这个3方面的钱加起来才有咱这个健保的钱啦，吼，啊，咱即马若是讲咱无够的时阵，当然都是爱提高嘛，提高的时阵，民众这边嘛爱提高，雇主这边嘛爱提高啊，头家这边嘛爱提高，啊，咱要提高的同时，就是咱即马都讲咱经济无好。迄头家的负担嘛真重啦，啊，伊即摆搁倒出即个伊的员工的健保费的时阵，伊嘛是有意见嘛，吼，啊，咱即个一般的人，当然，咱那林医师甲即个叶顾问拢有讲着讲，咱即个人民的部分，当然有贫富差距啦，就是有的人有较有钱啦，当然较有钱的人加出一寡，即摆嘛是即个制度已经有的，吼，已经有的，咱嘛是一直希望讲有钱的人加出一寡，啊，无钱的人咱要甲保护嘛。啊，所以这个制度就是安尼，啊，就是讲所得重分配啦。咱借由这个制度所得重分配，但是咱即摆就是讲，若无够的时阵，咧提高这个汇率的时阵，咱嘛爱依据法律呢。咱这个法律伫遐，袂用讲无法律就爱甲民众收钱嘛。所以，副市长的意思是，即摆无这个法律。有，咱即摆的法律就是讲，迄个汇率吼，上限就是6%啦，6%吼。啊，这来修法嘛？是。薪水的6%袂用个超过安尼，啊，咱即摆收到5.17啦，哦，5.17%，啊，袂到6%哦，即摆还袂收到6%。啊，佫有空间伫啊。小可有空间，啊，所以咱即摆逐年拢咧检讨嘛，逐年拢咧检讨的时阵，就是讲咱上无即个钱一直用落去了后，咱逐年拢爱留1个月的医疗支出，做咱的安全基金啦。吼，咱若有法度维持咱1个月的资金伫咱手边，若万一发生啥物代志，通啊支援去救，啊，其他咱就莫超过，啊，若是莫超过6%，但是即马是无够6%，咱都爱调整嘛，会使调整，啊，所以即个调整的嘛是爱依据即个定数吼，嘛是爱经过大家讨论。所以立法院的卫生环境委员会应该加油哦。但是咱即个逐摆阮若调整即个汇率的时候，立法院嘛是会甲咱足侪指导的啦，吼，就是讲顾虑讲咱国内的经济啊，民众的状况安怎吼，当然都是足侪爱顾虑的国家的角度来看吼，所以即个部分就是会搁拉高层级到行政院吼，因为要调整这个汇率吼，最高核定的是咱行政院。副市长我听有。行政院这个 level 啦吼，唔是讲关健保讲，咱来调，咱都会啥调啊。但是咱国吼是立法委员在立法院的发声，应该必须爱好。立法院不管是这个行政院长还是总统爱知情，知影讲台湾目前即嘛吼，第一咱的支出实在是。对真侪外国人来讲吼，你去看迄个 YouTube 顶头，哇，真侪外国人讲，哇，台湾的健保足赞的啦，哦，足赞足俗的啦，俗啊吼，比去停车费搁较俗。是。哦，药啊吼，咱今仔是对药啊开始讲起吼，必须要转来个药啊顶头吼，我要来请教的林医师吼，就是讲，这个顶塔的问题，也是讲，当年咧占这个药费。吼，而且专利药啊，甲即个行命药啊，伊咧占的即个拢共款咧占啦。啊，应不应该要有即个价差伫的吼？互大家讲，我来试看嘛，我这行命药啊，你感觉咧？我是感觉啦，健保是一个好制度啦哈。伫台湾来讲是一个足好的制度，健保这个互台湾的社会较安全、较安全、较安定，无毋对。因为呢。袂讲有人讲我破病无钱人，我就爱共抢，吼，我就爱卖厝，甚至卖某囝都有咧。讲即摆较无咧卖某囝了。即个制度是足好的，但是是安怎？咱想看觅，足侪外国来台湾，拢甲咱台湾健保学了到要死，因较有学。一个政策伫台湾满意度是90几%，是安怎国外无要来学？
学会等于这个制度会咱90几趴，伊执政党一定咱个连任吗？伊是安那无要学，学袂起来嘛。啥物人的国家迄个医生、护士，半暝啊，甲马上甲伊医，假日来甲伊医，日时也甲伊医，暗时也甲伊医，啊，佫遐俗，踏入去门口就会当看病，也免药。你看遮好的制度，是安怎人无要学？因为因的医护人员无遐拍拼啦，无人要遐拍拼，要该做这个制度啦。我林秘书啦，你是安怎拍拼？啊，我咧无法度。啊，无钱通赚，你安怎拍拼？唔是讲无钱通赚，你讲医学无钱通赚，伊也袂当安尼讲。一定伊有较好的收入，但是无像较早遐好啊。我讲实在，足侪人会当申请到医学院，伊无要申請哦，伊願意選牙科哦，嘛會願意去選獸醫的哦。你想看，當初在阮迄個時代是無可能的代志，但是即馬就有可能啊。你啊，我一寡同窗無要學啊，我足侪醫生的囝，伊嘛無要學啦，大科攏即馬找無先生。伊是講老爸看甲安尼，看甲伊啊磨甲破去，伊佫共款咧看病。伊講我無愛做，我無愛做醫生，我甘願來做工程師。規氣來賣兵。對，第一賣兵，第二做醫生嘛好啦。哦，所以你愛知影講即個制度是安怎外國無要學。我講台灣哦，愛真甘心講咱台灣即個好制度。啊，台灣遮醫生願意安尼拍病，日時啊，甲你醫，暗時啊，甲你急診處，你10分鐘無甲伊看病，就甲伊罵甲要死，甲伊叫甲要死啊，甚至倒牙殼，講要甲伊刣啊。伫外國你看等看覓，等幾啊點鐘，你咧排一個手術，排2、3年了，較解排會到，因為伊講我今仔做到遮，我錢摕到遮爾，健保干來互我遮個錢爾，我無要做啊，我就停伫遮。你明年你大家明年較來，明年醫生我較來甲伊開，就是安尼來啊。加拿大嘛是安尼來，英國嘛是安尼，英國即擺咧罷工，就是安尼啊。即互我薪水遐低，我是安怎甲伊做？要甲伊做，我救命咧。佮講吼，是安怎即擺？足濟來外科婦產科小一個無人要做，因為風險大，收入少，伊就無要做這個。我甘願來做皮膚科，即馬第一志願，皮膚科第一志願。我做一個美容，我講實，我甲你醫的，我甲你看一個皮膚哦，精彩費共我含我身軀規身軀，甲你檢查了共款的精彩費。啊，我閣會當甲你做美容，閣會自費的，所以皮膚科即馬是第一志願，就是安尼來啊。所以林秘書是感覺。我也是搁再問吼，因為觀眾朋友可能會叫咱帶啊會分歧吼，就是講，咱這個餅吼，畢竟是無夠大，啊無夠大兩個原因，第一，業黨來講，咱33%的利潤摕去別位去，這第一。照你講，應該33%的利潤再灌轉來，灌轉來，互恁醫師，灌轉來，互大家會當藥啊，毋通過來斬斷，吼安這。護理師，我講實話，即馬護理師嘛是無開飯的，是護理師無夠。其實我講護理師無夠，就薪水低，人艱苦，所以足濟人去讀護理了，伊無要做護理師。啊，你病院無護理師，伊哪有法度開？啊，所以安尼咱就即馬要入去病院，攏急診室攏足甜，毋是內面足濟病房無開，無開的原因就是無護理師，無護理師就是你錢會傷少，錢會傷少的原因就是健保收的傷少，所以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對，啊，到尾大家攏無愛做護理，啊，你破病要安怎？哦，所以這個問題根本就是講，這個錢無夠，錢無夠，政府愛投資啊，你會當去遐，啊，你這個百姓的健康是上重要的。若無健康的身體，啊是要安怎？啊，你若一個老大人破病，啊，厝裡愛閣有人去顧，啊，去顧伊就無生產啦。所以這規個社會這個浪費是足濟，所以你香港看講，啊，甲先省遮33%甲你啉。甲你念起來，其實對規個社會、規個生產力、規個即個進步，加即個醫學人員的發展，即個健康的產業，攏足大的影響。所以我是認為這是較是根本。剩呢，你若有合理的利潤，人就會去做，後的人就來，吼啊，制度就會有，護士就會有，藥啊就會合理，藥啊合理就袂欠藥啊。啊，你睇甲無夠本，啥人要做，對唔對？哦，這個抬頭的生意有人做，了本的生意無人要做，所以這藥啊欠足大的原因，就是伊感覺無利潤，還是已經了錢啊。所以根本就是健保政府總投資無夠，你若合理投資，源頭應該若聽到副署長講起來，源頭你萬一你無咧處理這代誌嘛？我學馬麥講立法院啦，最主要就是講吼，咱即馬有哪有制度，就是講。當年吼，咱即個迄個
当年9月吼，拢有一个协商嘛，吼，每年要用偌侪钱，这一机制拢写伫法律内底啦，迄拢是法律规定的，毋是讲咱可以要安尼做。爱修法啦，咱来主动修法。爱修法吼，爱修法。咱即个机制就是讲，当年9月时阵，拢大家会坐落来讲嘛，包括西医啊、中医啊、牙医啊、病医啊，4个总额嘛吼，啊拢坐，大家互相讲嘛，讲安尼每年爱用偌侪钱安尼，啊大家拢讲好了后，这都爱报甲部长遐去决定嘛，啊决定了后，咱就会当算讲啊，明年就要用遮济，比如讲咱今年8400亿嘛，啊即马预测讲明年吼可能爱变到8700亿以上，哦，这就是一年拢差200-300亿咧成长嘛。时间要到安尼吼。嘿。哦，对啊，9月伫要到，啊200-300亿的成长，逐年拢安尼啦，吼啊当然即马咱的迄个医界，也是讲咱的林医师嘛是讲啊200-300亿佫较无，有那是无够安尼啦，吼对，啊但是咱的成长嘛是拢有即个成长伫的吼，啊咱即马知影讲明年协商了差不多用8700亿左右的时阵，咱就发来算讲，啊咱明年通啊收偌济保费，吼啊安尼。倒起来吼，啊，甲咱即卖迄个基金，安尼有够通，佮留讲明年的年底有通啊，佮一个月安尼。我安尼问直接问啦，就是讲安尼看起来，其实条问题咱拢知吼，应该要甲即个天房吼，即个厝遐拍开，是，拍开，拍开了，咱才有通一摆来处理，是有够位啦。啊，这吼，咱即马就是有哪咧准备要修法，你知唔知？咱健保法，阮即摆已经准备咧修法啦。其中即个6趴的天花板吼，就是要甲拍开。啊，即摆要讨论讲到底是要安怎拍开，是要佮另外定一个天花板，还是讲全面天花板？啊，就看需要偌济，就安尼会当调整。这嘛是阮修法的内底的一条。下一个会期就会弹出来吼。哦，无，迄时阵啊，佫唔知影，但是咱毋是跟他修这条。足期待咧。嘿，是，咱毋是跟他修这条啦，因为真侪大家的期待吼，就是讲咱健保法爱放宽呐，爱创啥，拢爱希望爱去放宽迄个法律的规定嘛。所以咱即摆有做一个迄个修法的小组，已经讨论真久啊。嘿，啊，咱若适当的时机，咱就会甲提出来。就是讲要修法，吼啊，但是还未修法进前，因为咱即摆汇率就是5.17嘛，啊，甲天花板6嘛是够有距离啊，够有调整的，是，啊，咱即个适当的时机，咱部长啊、院长啊，都是会去考虑讲，什么时阵对咱台湾一次副署长来的时候，隔壁就是咱的部长来斗阵来。就是讲，什么时阵？两位才斗阵来。什么时阵吼来调整较适当，这都爱为政策的方式去讨论吼。个国家我是认为初期时啊呢，因为吼即摆真侪问题拢走出来啊，尤其像阮即演的56、7岁的，阮的同窗哦，恁个大病医咧做医师的吼，伊讲吼，我这大科的骨科啦，也是即个开心脏的，拢找无医生啦，拢无一直都专科去啊，歪啊啦，拢完全拢无啊啦，你知影讲啊无前途啦，较无食啦，比以前差真济啦。啊，这种的问题是，你长期一直该缩，因为你5点几趴，咱的这个物价波动就差不多安尼啊。你想看卖，这个制度是20几年前的计效，甲即马20年后的差不多。啊，你的厝租、人工、薪水拢压起来啊。啊，你搁用20几档迄阵合落来的计效咧用。这是讲实在，医生是较艰苦啦，所以伊就对停车场啦，对地下街啦，对药仔架内面去。咱的医生的检测费吼嘛，一直有小可咧调啦，有咧调啦嘛。无亲像讲叶教授咧讲这啊，你讲这伊就讲最多。我食迄蚵仔面线吼，去差不多5、6、7、8摆啊啦。我讲实在，我迄蚵仔面线伫我厝边遐俩，一碗蚵仔面线，较早讲啥物40块，即摆调到80块都有啊。迄哦起规倍都有呢，逐项物件咧起，物价要起，医药费拢无啥咧起来。就最近讲要一个检查，讲叫做啥新冠肺炎迄个体检，讲甲要还150块，甲来买迄个体检迄个试验剂，甲来迄个就要强要100块啊，啊，搁要甲冒险去甲迄个做迄个检查，啊，你较150块要互阮尔啦。啊，迄150块有可能搁浮动的哦，有可能无150块，有可能即摆拍折落来，搁变做剩120块。迄钱可能毋是健保费内面的钱哦。即摆要变做健保啊！
这个疫情啊，哇，这个代志过来啊呢，疫情期间是拢政府在出来啦，啊，即马算讲疫后啊嘛，吼，疫后即马若个有即个服务，政府就决定讲，健保才来吸收啦，吼，啊，这是另外一个议题。我是要补充就是讲吼，其实不管检测费啊，还是手术费啊，还是检查的费用吼，会调整吼，嘛是医界甲阮爱讨论的。无，这个讨论我为着这个讨论，我还阁补充一下，迄个代表健保会的代表，医界占1/3尔，其他一大部分是消费者，一大部分是政府的官员。啊，你1/3，你要哪拍？还没讲会赢？迄个另外迄2/3，无可能嘛。是你后手是用想要用，到尾嘛是用亚洲来标管嘛是用解决。我讲这个，我讲今仔要讲，像我讲这个，有我观众可能认为讲，啊，你是毋是要医生认为赚无啊？你赚了济要个？我讲实在啦，今仔日医生若认为费用无够。我做者开较贵的药啊，做较好的手术，健保局来讲，你开遐济钱，你甲我申报遐济钱，我来甲哦，你这我来甲审查，甲抬看会，甲抬较少的无。所以做者医生拢要开遐种先想者，较贵的先卖用，较好的先卖用，因为迄种较贵，我较欠仔用的，对你一般的民众也毋是好代志啦。我讲实在啦，因为我好的药也毋敢用，较好的治疗毋敢用，因为较贵嘛，较贵就变做。健保局来讲，你这个人甲我申报遐济，我要甲伊抬。所以做一个医生，我讲我一个做医生就是安尼，我开始我做头起哦，想唔知死我吼，咧开较应该开就甲开，照病的方式开哦，开到到你用抬了我不爱，我开较少啊。护士长回应一下吼。我先讲哦，你才知影通回应。所以我咧讲的哦，是为着民众的利益。你今仔民众，你讲哦，你较好的药啊，你加用无，我管你自费，我也无话讲。但是我佮叫别人自费，健保局讲你佮违法，会当健保会当付的，你叫伊别人佮自费，我嘛要改抬，我嘛要改处罚。我医生这边也倒，迄边也倒，煞唔知要哪行，无路通行。这是惯例还是个别这个例？我真正我讲会当较俗的药，我会当尽量用较俗的药啊，用尽量较歹的，健保局该注意的药，我尽量用这个药啊。因为你用愈贵的药，伫健保局来讲，你是甲请伤侪钱，我一定要甲伊注意，看会当甲伊抬较少的无。所以做者医生拢一个头两个大，要甲伊做检查先想者，这申报费用遐贵，是毋是健保局又佮我抬？所以我来先想者，所以安尼对民众嘛无好啊。甲我吼，我会使说明一下啦吼。林医师头拄仔讲的这吼，可能伊家己有小可有家己有一寡经验啦吼，但是从健保的角度来讲吼，阮绝对无即个意思。绝对无伊讲的即个意思，讲你报较济，我就一直要开。事实上，阮即卖的迄个核删率吼，足低啊，不到1%嘞，0.几%而已，几乎没有什么你开来，但是头拄林医师是讲，我会担嘛，惊你甲我散治啊。这就是讲，就是爱医生，就是爱咱病人需要，咱就爱互伊嘛吼。伊需要啥物，咱拢是互医生家己去判断的啦。咱健保无可能讲去甲你指点讲，你这病爱开这，病爱开这。但是医生若感觉讲，咱有法度用这个药啊，就来解决的时阵，咱嘛是甲尊重嘛。若病人若需要用较好的药，尤其即马咱基层的诊所。看真侪慢性病啦，慢性病的药啊，拢一届拢开1个月嘛，一届拢摕1个月，迄药啊钱有较济嘛，所以伊嘛是会使照实来申报啊，嘛是拢，迄若因为慢性病的药啊，有的原厂，有的台厂，有的伊就合名药对，吼，迄计效无啥共款，但是因为伊的数量较济，一个月摕1个月，甲普通的感冒讲摕3工5工，无啥共款的计效嘛，吼，所以即部分健保的立场就是讲完全拢尊重咱即个医生的判断啦，医生认为病人需要啥，咱就需要啥。另外就是林医师在咧讲，咱有人咧审查嘛，因若申报出来，有人咧审查，这审查是啥物人呢？嘛是医生啊，吼，咱是委托啥物人？委托咱医师工会专联会请的医生来甲咱审查，伊审查的结果，阮就接受。好，阮就接受就来付钱。咱健保署阮健保袂去审查，嘛是医生，嘛是请医生来审查啦，官方的讲法甲民间的讲法也无共款的，就是安尼。虽然因为伊即摆做真大，即摆是副署，伊无第一手咧甲伊审查。其实伫迄个会议内面吼，
各区的分类，在台湾6个分区。啊，拢是医师咧心6个分区哦，搁咧拼讲哦，阮今仔日这个分区的点击会较低，比别人较低无。有当时伊嘛是会讲哦，这人伤悬，大家拢会一个，但是拢有一个调咧出来。是医师吗？你即摆调查问医生，你就知影讲啥啦？医生吼，足侪人，迄个怨叹到要死，就是安尼来。伊足侪唔敢开，伊唔敢开咧药啊。要开唔开，咱是尊重医生啦吼。啊，得审查嘛是请医生来审查。啊，但是因为咱即摆健保，20几年来拢有累积一寡大数据嘛吼，就是讲。迄个数据足侪安尼就对，咱嘛用电脑去管理啦，嘛是会当用电脑去管理。有正常无正常？啊，若是讲咱有感觉讲，这有较无共款，对无吼？啊，咱就会讲请医生来甲咱看一下，安尼吼，看这安尼有正常无？咱拢是用这个程序啦吼。啊，所以我是讲结果啦，不管过程安怎吼，咱即摆核检的比例吼，0点大济呢，0.几%呢，是其实是足低，几乎拢嘛无啥物好检啦。即摆情况是安尼，啊，但是呢，医生有哪是感觉讲，咱有哪有一寡限制嘛？因为咱有哪有限制讲，哦，你上好个药啊，有一寡规定嘛是有一寡限制，啊，这个规定嘛是拢甲医生讨论出来。啊，不管如何啦，总是吼，咱的医生嘛是感觉讲，伊可能摕到的，啊，个感觉讲无够啦，嘿啦，是，啊，就是讲，听起来是大家拢咧讲我啦，药厂也咧讲我，民众啊讲我，这就是讲，我食无药啊。但是咱嘛事实上用遮侪钱嘛，对无？是啊，用遮侪钱，啊嘛是拢用了啦，吼，用了。啊，咱嘛希望讲。有法度，互医生、甲护理师、甲药师较满意一个，吼，咱嘛是希望啊，我嘛是一直努力啊。我知。啊，所以吼，我讲一个较公平的啦，吼，一个讲应该大家听较有啦。这就是欠卡新妇伫善良人的厝内，所以要还价，所以就遮念遐念，啊，这大家官就讲哦，我较早有通食这个控肉饭，啊，即摆哪剩肉色，是不是？啊，事实上，这口罩都无散轻啊。是啊，啊，治疗叫人抽气啊，隔壁抽气啊，所以是欠卡新妇，管东管西足好管，所以是讲啊，这拢是为你好，吼，所以这安尼，啊，这拢有规矩，厝内要爱维持，这拢是对啦。但是我主张的基本是讲，咱着吼爱合理的，互这个新妇有合理的钱。啊，甲老大人顾好，身体顾好，无即摆你家捏，啊营养不良，啊跋倒，啊摔断骨头，啊甲去入院开大钱，安尼是对。所以这是无公平。变苦主。伊其实我较早做过迄个官方的，我也做过迄个执行秘书，我知这是足复杂的啦。啊，咱讲实在话啦，因为是欠卡新妇啦，所以厝内还价是即个欠卡新妇。欠卡新妇实在足欠卡，这是无话讲，所以伊有大数据啦，吼，啊，伊的安尼拢干来伊知，啊，所以这大家就感觉讲奇怪，我咱愈食愈歹，啊，这个，不，这有一个比较，伊会统计，哦，你的申报一个人申报比人较悬哦，啊，我就该定讲吼，你是安怎申报遐悬。啊，是无我甲你审查好，你你准备一寡材料，你讲你食伤济猪肉会会压悬啦。准备一寡材料，我来留1分钟，我来留1分钟，副署长来讲。恐怖的迄个法改恐法共款啦，你唔敢开，你唔敢开。因为我想吼，咱来下一厝咱找时间吼，来甲这个你一般你经历的这个例吼，讲出来咱来好啊讨论。啊，这次吼，那请副署长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啦。多谢主持人吼，那我感觉讲就是讲，咱这个迄个医界的声音啊，药界的声音，其实阮拢是拢有知影因的迄个苦处啦吼。啊，我嘛是希望讲会当尽量来，互大家满意一下啦吼。啊，所以这个部分嘛是逐年拢都爱去甲争取嘛，争取这个成长嘛吼。啊，咱即马一年拢。今年有300几亿咧成长，嘛是愈来愈侪啦吼。啊，但是大家有哪是感觉无够啦，啊，所以嘛要继续努力啦，吼。啊，努力嘛是爱大家愿意讲，佮加出一寡钱，哦，啊，互即个汇率吼，有法度佮较调整，啊，咱有法度佮维持咱1个月的迄个安全基金，安尼咱即个制度有法度永续啦，有法度继续佮行落去，安尼大家才袂迄。无你若万一讲即个制度无去的时阵，其他的人拢爱家己自费的时阵，迄当阵仔的问题比即马是更较严重，对。啊，所以你个林秘书嘛是拄仔有讲嘛，讲咱即个健保就是一个最主要咱社会当安定，
一个安全网伫遮。啊，大家无啥满意，继续无啥满意，我嘛是尽量努力啦。逐年拢努力讲，看有法度，互大家较满意就啥，较满意就啥。无啦，一般民众是对咱健保是拢足满意啦。但是咱是咧烦恼吼，因为咱新眼界是咧烦恼讲咱。国家长久来，长久以后的这个发展啊，我看医师会愈来愈少，护理人员的不。其实吼，包括甲主持人报告，阮更较烦恼的是啥物咧？我更较烦恼的是讲，咱即马老人，咱人愈来愈老，你知唔知？啊，摆要出钱的年轻人愈来愈少呢。咱这国安问题这是问题，因为你即马要搁起价，对唔对？啊，摆拢啥物人爱出？这个少年人爱出啦。啊，少年人是毋是经济有法度，亲像咱想的遮尔好，有法度搁继续出？这嘛是咱的足大隐忧啦。因为要用钱的人搁愈来愈侪啊，吼啊，即马药啊搁愈来愈贵。